大家晚安，我是苏明。谢谢。忘记明天是大家都不用上班嘛。哇，今天好多人，谢谢你们，谢谢你们。好，刚刚的表演是这次专辑演唱会最精彩的。可是，我真的挑战我的极限，你知道我几岁吗？哪有人唱上帝歌然后跳街舞的？好，感谢大家来阿米斯演唱会第一场，真的谢谢你们。为了这场演唱会，其实我的工作一直到昨天还忙到12点多还没睡觉，辛苦了。本来今天早上还想要回台东一趟的，很想家，但是呢，都跟大家承诺好，今天一定要好好表演，就还是把自己先准备好。然后，有一首歌我很想唱，我觉得这首歌代表这次专辑不一样的很重要的一个转捩点，就是大家都知道我唱母语嘛，你知道哈，但是我讲国语，唱母语讲国语，双频道的啊。好了，不好笑，不要勉强。然后，其实我以前的我是很喜欢，就是那种类似反清复明、文化知识分子。但是真的碰到一次很特别结合之后，有一首歌很可以代表我现在的心情。听过亚特兰大奥运主题曲《归纳工厂》那一段吗？有。嘿呀嗨哟啊嗨呀，嘿呀嗨呀安可嗨呀安，呼啊嗨呀可嗨呀哎呀我啊我哎耶啊哎我哎呀。好，先这样。好，我想换一个方式，今天带来不一样的组合。虽然是传统吟唱，但我用年轻人喜欢的，我们用一点 hip hop， 好不好？来唱刚刚那首歌。台湾最近的 hip hop 对的啦 ，hip hop， 我不会讲英文的。DJ 可以吗 ？DJ？ 好，可以，好，那我们就带来这首歌 ，hip hop 版的《欢乐一首歌》，献给各位。